搞緊咩啊？ Hello，冇啊，整緊啲手作嘢啫嘛。嚇咩嚟？喂，點解你件衫好似有陣噏味咁樣嘅？哦，係啊，因為香港天氣咧好潮濕啊，最近咁所以咧我屋企晾極嗰啲衫都唔乾，所以可能有呢陣味。應該點解決好啊？咁不如你試下整呢個香薰擴香石啦，等你擺落喺衣櫃度就辟下陣味。好喎。首先我哋要準備嘅材料有水啦、量杯、兩隻杯啦。如果冇量杯嘅話咧，都可以用稱嚟去度嘅。之後有模具啦、膠剪、攪拌棒同埋一個鉗，再最重要嘅石膏粉啦。之後呢一個燒泡劑、香薰精油同埋膠水，再有顏料。呢個就係一個磨砂嘅棒。之後咧，呢啲就係用嚟裝飾嘅一啲材料啦，有絲帶咁樣。第一個步驟咧就係要用到水同埋石膏粉啦。咁石膏粉同水嘅比例咧就係2:1，就係2份嘅石膏粉同1份嘅水。咁個份量咧就係取決於你嘅帽嘅大細同埋你需要做嘅份量。首先要將80g嘅石膏粉倒入量杯入邊，然後放入預先準備好嘅杯度。然後再將40g嘅水倒入量杯入邊，咁量好嘅份量之後呢，就將水倒落去先，之後再落石膏粉，咁等佢慢慢浸落去啦，之後再靜止佢1分鐘。靜止咗1分鐘之後，而家可以用個攪拌棍順時針咁攪拌5分鐘。好啦，咁攪完5分鐘之後呢，咁佢嘅質地咧就可能會變到結結地咁樣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哋就可以加一啲自己中意嘅顏色落去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就要準備一支新嘅攪拌棍啦，就去揀我哋想落嘅顏色。咁調完個顏色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倒落個模具度啦。倒入模具之後，可以將佢放置喺陰涼嘅位置，放置1至2個鐘頭，直至完全風乾為止。好，咁而家風乾咗之後呢，就可以甩模啦。好，咁而家脫完模之後呢，就可以用翻呢個金屬球去對翻個窿塞入去。咁樣。之後咧就可以掛條絲帶落去。咁就完成㗎啦。而一定米嘅精油咧就完成㗎啦，你攞翻屋企擺落衣櫃就唔臭㗎啦，呢個就送俾你啦。好啊，多謝。